每月生肖運程：農曆5月，西曆2026年6月6日至7月7日。本月為貴人舒服懶月，剛好又是你今年的犯太歲月。如果工作不太忙碌，不如放一個短假，這必然有助舒緩今年犯太歲年的負面情緒。當然，春夏天出生的平命、熱命人，宜去西北方；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，宜去東南方。又犯太歲年、犯太歲月，特別容易有意外和損傷，故駕駛者要加倍留神。可以的話，在本月減少駕駛，減低意外損傷的機會。本月亦宜去捐血、洗牙、驗身，留一點血以應損傷。犯太歲年，感情特別容易出現問題。若無結婚或懷孕打算，便要提醒自己，勿因心情不佳、缺乏耐性而令雙方爭拗不絕，破壞了感情關係。本月為肖陽的雙合月，人緣運雖然不及上月好，但也算不錯。雖然本月為本年的犯太歲月，恐防外間風雨較多，為這對肖陽的你並無影響。只要不去參與別人的是非，本月便無需為是非分神。又本月為肖陽的升遷月，上班一族如果知道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，也可以全力爭取，不論能否如願，都不會惹起同事不滿或惹上是非。本月是肖陽的雙合月，感情運仍然是良好的。本月為肖猴的財運月，這對從商及自僱者必然是正面的，不難因財運月而收入相應增加。自僱一族可能接到一些銀碼較大的工作，而令收入有所上升。從商者很多時候都不是多勞多得的，說不定這財運月訂單突然多了，讓你財源廣進。過去2個月開始起步投資的你，本月也有可能見到初步收成。為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，不會因一個財運月而使收入增加，唯有多買些彩票，看看能否為你帶來意外收穫。本月為本年的犯太歲月，但這與肖猴的你並無直接關係，除非另一半剛好是今年沖犯太歲生肖，才要稍為注意。本月為肖雞的財運月，也是重桃花月，必能增加你爭取好成績的機會。雖然本月是本年的犯太歲月，整體社會氣氛不太平和，但這對肖雞的你影響不大。本年是桃花生肖的你，來到這個自己的桃花月，人緣運明顯比別的生肖為佳，故本月不論是埋首於工作中，還是外出應酬，進展和效果都是良好的，亦不怕沾上別人的是非。本月為肖雞的重桃花月，也是雙破的月份，整體感情運是良好的。單身者更可以把握這個重桃花月，多些外出活動，為自己製造多些接觸陌生人的機會，看看能否在這個桃花月開展一段新感情。本月為權力地位提升月，雖然肖狗之中以1982年出生者升遷機會較大，但既然來到升遷月，如果知道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，便不妨努力爭取。畢竟本年你是太雙合生肖，自身人緣運良好，即使爭取不成，也不會惹上是非而令身邊同事產生不滿。雖然本月是本年的犯太歲月，整體社會氣氛不太平和，但這對肖狗的你影響不大，故無需特別小心。故本月是肖狗的雙合月，感情運良好。即使另一半剛好是本年沖犯太歲的生肖，也不會掀起大波濤。本月為思想學習投資月，學習方面，不論春夏秋冬天出生的平命、熱命、寒命人，都是適宜的。尤其是上班一族，不時都要為自己增值，與社會保持同步，方能免被職場淘汰。為投資或作出新改變，則只有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可以考慮，春夏天出生的你則以靜守為佳。不單止投資新發展不是好時機，即使是轉換工作環境，也要好好細想，
恐怕改變之後不會太順心意。本月為本年的犯太歲月，為本月是肖豬的暗合月，感情運是平和而穩定的。